打破水杯的啟示，周柏豪。今天不小心把心愛的水杯打碎了，事後我用了15分鐘去細心欣賞，發現打碎了的玻璃碎竟然比起平日那個形態更美。然後我再用了10分鐘去打掃地方，再為其拍照。這短短的30分鐘算是今天我思緒最安穩的時間。打碎了的水杯是我今天看過最美好的東西。而那水杯着地的那一聲是聽過最美好的聲音。原來人生覺得最難的事情也未必是最糟，因為最糟的可能一直就在眼前而未曾發現，又或者根本就是自己。我想我找到了答案。多謝。